将阮的心肝藏在你的手内，你敢敢甲阮跋看卖？不免什么誓言，不惊任何阻碍。若有你，就有全世界。过去袂负陪伴你，阮决心爱你到未来。爱到未来。无论是海角天涯，有你的所在，就有我幸福的门牌啊！无论是啥人的爱，阮拢嘛无爱。你是我，你是我。一生的期待。手术甲跳伞结果真正常，咱即摆来看卖，手脚目睭会当看到啥物？手脚小姐，你会当甲目睭慢慢来听我开，放好轻松。手脚小姐，免紧张，慢慢来。手脚，你感觉安怎？秋瑶，你目睭敢看会着？我看会到啊，我看会到啊。秋瑶，你真是看我？是啊，爸爸、阿姨、妈、建辉、秋瑶，雅婷、宝华，还有郑姐，哟，我拢看有啊，我拢看有啊。秋瑶，爸，多谢天公伯啊，多谢天公伯啊，多谢。白大，你莫遐尔啊激动，你安尼吼，我惊会去影响着手脚，手脚伊即摆袂用哭，哭是会影响伊的目睭。我袂哭，我不是哭，我是伤过欢喜。多谢你的医生，多谢，多谢。秋瑶，手脚，恭喜你哦！秋瑶，你会用中原公业，实在是足好诶。秋瑶，小丽若知影你目睭看有，伊一定足欢喜的。手脚，不啦，过啦。喂，阿春，什么？手臂等去厝诶，甲小芬带走。阿春，手臂带走小芬是当时的代志。我等2点真久啊，我去买茶饮料回来，除非小姐甲小飞的无伫啊。你
伊那甲小玲啊、小芬囥在厝里，做你走出去啦。我原本想要带因去啊，要毋过因两下搁要留伫咧厝斗阵耍，所以我才会。你哦，好啦好啦，你莫搁怪阿春啊，伊嘛想会到会发生这种代志啊。小玲，你甲阿嬷讲吼，秋美阿姨伊敢有讲要带小芬去倒位哈？厝里阿姨敢若要带小芬去种园的所在，我讲要去倒位啊？小玲，小玲，小玲来，进来妈妈家，进。妈妈，你的目睭有较好无？你会用看到我吗？啊，目睭拢好啊，拢看有啊啦。就好的呢，就好的。对啊，我小芬来。对啊，妈妈，厝边阿姨有留一张批，讲要互爸爸我去摕。文华，想起以前我遐尔啊正尔，即摆我破病又搁散车，我心肝内真是足感慨。本来我是无迄个面搁转来这个厝的，啊，毋过我真是足思念小芬的，所以我转来打算看伊一下，我就走啊。谁知影？我一看到伊，我规个心拢碎啊！我真是唔甘离开小芬，所以我甲伊带走。文华，伫遮我要祝福你甲秋玉幸福快乐，日条偕老。另外，我伫你的厨房的保管箱，摕走一寡现金作急用，请你见谅。最后，请你代替我向爸爸，还有妈妈问好。我毋是一个好查某囝，嘛毋是一个好媳妇，我对不起伊。希望后世啊，我还阁有机会做因的查某囝甲媳妇。秋美，这秋美哪会安尼咧？都既然转来，啥还阁走去？我伫咧想哦，伊即摆心肝内一定足郁闷的，敢会想袂开哈？大家先莫烦恼，我想咱先去报警，请警方倒找其他的代志，以后才阁讲啊。就个讲了无对，我来报警。妈妈，你带我来这要创啥物？这是妈妈的故乡，妈妈细汉哦，就是住伫遮啊。真是的，妈妈你敢啥大？我甲恁外妈，还阁有小玲的妈妈。我甲小玲的妈妈细汉的时阵是好姊妹啊，就亲像你甲小玲同款。阮常常来海边啊耍耍、捡贝壳，遐个代志就敢若昨才发生的同款。这是妈妈细汉时阵的厝啊。迄时阵哦，我甲小玲的妈妈，也就是我的姐姐，就是住伫遮。安尼我妈嘞？妈妈，伊为着要饲阮，常常拢爱出去外口工作，我得照顾阮。小芬。看孙妈妈走了后，你要乖乖听话哦，唔通亲像甲妈妈共款，知无？妈妈，你要去倒位？你为什么话我甲你共款？你是安怎样？妈妈的意思是讲，你爱做一个孝敬的人，爱珍惜你甲小玲的缘分，唔通甲妈妈共款。妈妈是一个歹妹妹。妈妈喜而不想，
安尼你知无？妈妈带你去房间看卖，好不好？好。即摆你知影吼，这就是反悔我单手你的下日。救命！你别怪我，我求你，我拜托你啊！救命！好些，唔要靠停。我这专门着生命危险回来，都是希望会当东山再起。想要到9月尾，竟然是一场空，想想真正总唔甘愿的。这一切，我准若是无啉酒味，就是起了我早落条的啊！啉酒味，你敢查我条仔尾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我一生的依小芬，你哪还袂困啊？妈妈，你手甲这么严重，是不是感冒啊？妈妈发烧，人无爽快啦。妈妈，你病这么严重，会死无？你若死，小芬要安怎？妈妈，你为什么袂回去找爸爸？你带我回去找爸爸好不好？小芬，乖吼，妈妈袂用你回去啊。为什么？妈妈做唔到代志，我无迄个命回去纪念爸爸。袂啦，你回去甲爸爸讲，知影你做唔到代志啊，爸爸就会原谅你啊。每工我做唔到代志，爸爸拢会原谅我。妈妈犯的错误伤过严重，妈妈真是袂当回去。小芬，乖，妈妈帮你困，等你困醒，妈妈会陪好啊哈。这是你吗？安尼我紧困，妈妈你莫顾哭我。好，妈妈莫哭哈，来。七公伯啊，请你保庇小芬的妈妈身体健好起来。请你保庇爸爸莫搁甲妈妈冤家，保庇小芬的妈妈会用的带小芬回去厝的。小芬，妈妈会保护囡仔，你实在是捌代志又搁大事，若毋是妈妈一时骹步踏差。咱即马嘛用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妈妈对不起你，都是妈妈唔好。妈妈，我去找药啊！小芬，我的病应该是无法度好啊，我要哪会为着家己的私心甲唔甘？甲无辜的小芬留伫个身躯边，对我这苦受罪。若是放下，就由伊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伊一定会
对待小芬的。妈妈又要起来了。小芬乖，小芬，听讲恁树阿姨目睭已经拆线，唔知安怎，明仔载妈妈带你转去看伊，好不好？好，安尼我就会使甲姐姐去佚佗。妈妈，咱家就伫咧头前，你为什么停在这，莫离去？小芬，妈妈忽然间想到要去买一个物件，你先入去。等一下，你看到恁爸爸，把这张批交给伊，妈妈物件买好就过来。妈妈，你是毋是想要骗我？你是毋是想要走？妈妈真是等一下就会过来啊。袂啦，你走就袂转来啊！当作小人眼，妈妈就是安尼甲你送转去。妈妈，你陪我离去啦！妈妈，你莫甲小芬等伫咧遐。妈妈，你陪我离去啦！妈妈。小芬，妈妈，你莫走了，你陪我离去啦！妈妈。妈妈嘛唔甘甲你放的唔管，啊，不过你对妈妈的吃苦，妈妈真是会种唔甘的。小芬，你乖，你先入去好不好？我袂啦，你陪我离去啦，妈妈。你莫甲小芬等伫咧遮啦，妈妈。你陪我离去啦，妈妈。妈妈，你小考试啊，考700分呢。你这么高啊？暂不是，昨晚暗时爸爸有帮我复习功课。爸爸帮你复习功课，你家己嘛要认真对不？那呢，我大家去学校的时阵，我得考700分好不好？好。小米。翠美小姐，你头拄昏倒伫咧外面，是翠花小姐带你回来的。翠花小姐已经有请的心来甲你检查过啊，医生有交代哦，爱你好好休困。你拢唔知呢，翠花小姐看你回来，哇欢喜的，随打电话甲亲戚朋友讲你回来的消息。有一寡人啊知影，讲这2天后就来甲你看，也毋过有一寡人嘛。 但是袂当原谅我，伊也是真怨恨我，看起我对无？翠美小姐，我想要问问你啦。
有一寡人真正就是安尼啦，甚至有人讲有这款的妈妈，你的查某囝也袂偌好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知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依赖。有人讲有这款的妈妈，你的查某囝也袂偌好，会当莫往来就莫往来啦。阮切切，伊即摆伫倒位啊？伊去庙里接头家女到新城市转来，因为伊甲小芬下落不明，大拢足烦恼的，因差不多快要到厝啊啦。好，我知影。阿春，你先带小芬落楼骹。小芬，你先落楼骹佚佗，互妈妈休困一下，好无？好。假使我若甲小芬留落来，伊一定会因为我叫人看起，会互人踢笑。小芬，你回来啊！姐姐实在有够欢喜的呢。我嘛最欢喜的。以后咱会使做伙耍。小芬，这段时间你甲你妈妈去倒位啊？去足远的所在，叫做草城，是妈妈的故乡。真是的哦，以前我甲妈妈嘛到遐，嘛常常去遐边耍呢。我妈妈常常带我去看海。小芬，那安尼以后咱叫爸爸带咱去伊来头小耍好不好？好啊。小芬、小玲，妈妈，我哪甲恁踮遮耍啊？真的？妈妈有交代，讲徐表阿姨回来，叫阿春阿姨去菜市仔买一寡补品，互阿姨食，互阿姨的病赶紧好起来。你妈妈对我实在是足好的。妈妈讲你的病爱加好困。我踮要去遐休困，嘛是共款啊。啊，小玲，阿姨感觉有淡薄仔冷，你去楼顶阿姨的房间遐一领衫落来好无？小芬，咱紧来走。妈妈，咱要去倒位？别问遐尼多，对妈妈来走就是啊。妈妈，你是不是搁要离开厝？我无想要去。妈妈，咱留落来好无？咱袂用去留落来，听话，对妈妈来走好无？这是咱的厝，为什么咱袂用去留落来？妈妈已经决定要走啊！你若是唔跟妈妈走，妈妈就甲你留落来，不爱管你哦。妈妈，你莫走啦，我要甲你斗阵去。小芬乖，来，咱来走啊吼。楚贝阿姨，甲小芬，阿因去倒位啊？真哪有一张被啊？惨啊！楚贝阿姨是不是带小芬离开啊？小芬，唔通叫。爸，你安尼行，敢袂忝？袂啦，也无偌远啊啦，出来加行行咧，加运动一下，对身体嘛较好。文华，秋美甲小芬即马伫咧厝内底，
等一下转去，你来加讲我好话，甲伊安慰一下，互伊会当安心，伫咧厝内底住落来。秋玉，我知影，你已经讲过几啊摆，小芬是我的查某囝，我当然好好照顾伊。也毋过，秋美，我无法度接受伊。秋美伊即马啥物拢无啊，伊上需要的就是咱的关心甲支持。你一定要好好对待伊，互伊信心。搁再安怎讲，伊嘛是你的某。爱我甲伊当作朋友是会使，若要错我的家后，我做袂到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袂甲爸爸见面？爸爸毋是讲要好好的对待啦？小芬，爸爸伊虽然原谅妈妈，不过妈妈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我做过伤侪歹代志啊，小芬，拢是妈妈连累你，为着不爱让人看见小芬，妈妈必须要带你走。你对妈妈走好不好？不过爸爸伊，小芬，咱母仔囝爱坚强，你对妈妈走好不好？小芬上过。小玲，你哪有吹屁阿姨离开啊？我唔知影啊，会到去楼顶摕伊的衫，我落来时阵伊无去啊，连小芬嘛无去啊。哪会阁发生这种代志啊？阿春，你回来啊？秋美卸下精神啊未？妈妈，秋碧阿姨带小芬离开啊啦。离开，阿姨敢有讲去倒位？无讲啥，伊有老师拄尾伫遐。无华，我来走啊！这边回来本来是想要甲小芬交互你的，因为我认为伫咧你的身躯边对伊来讲是上好的归宿。啊，毋过真正回来这个厝了后，我想真多，我惊小芬会去影响到你甲秋玉的婚姻，我又搁惊周围的人因为我来影响到对小芬的想法，所以我搁带小芬离开啊，秋美。秋美哪会遮讲啊？伊即马人有病，佮带一个囡仔，是当走去倒位去？若要已经走啊，烦恼嘛无路用。即摆着赶紧想办法，甲秋美甲小芬找回来。我念伊就要离开台湾啊！这转回来，我甲陈碧川20几年来的恩恩怨怨，嘛已经有一个交代圆满啊！都定心理，到今摆也毋知米伫倒位。伫我离开之前，我还没算一个清楚，我实在是足甘愿的。爸爸的，为什么恁两个要定定冤家？因为恁妈妈是一个恶毒的查某。
是要你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你是最爱爸爸的，为什么你两个要定定换家？因为你妈妈是一个恶毒的查某，所以你爸爸唔才会无爱伊，佮定定下面冤家。怎？是你？这个世界讲起来嘛真矮啦，是袂够吼。你想要创啥？我想要创啥？你讲。你要保护伊，当你即摆就安尼啊，你是要保护伊啊？我问你，随厝银行的密码到底是几号？我问你话。小芬，你愈变我愈袂甲你讲的。你都已经无退路啊，嘴咬甲遐尔少，我劝你。 要是乖乖把密码讲出来，较别互我搁出手。你要拍就拍，反正我袂甲你讲啊。我警告你，我这个人无啥耐性，若做你人讲，我就互你宝贝查某囝变成孤儿，你看安怎？你莫伤害我妈妈！江明总，你若是敢对我安怎，你一生起码要想要克掉。 你讲了无唔对，我若加对安怎，我是1500都摕袂到。好，你若讲唔讲，我就甲你宝贝查某囝抓走，然后好好折磨伊，我要互你比死搁较艰苦。 秋碧带小芬转来，就是希望讲将伊留落来，啊，哪会阁将小芬带走？我看秋碧身体真虚，伊带一个囡仔是当走去倒位去？哎，爸爸，这个你来啊？乖。哎，老妈，秋瑶，我听讲哦，小芬甲秋碧转来啊，所以我甲俊杰过来看卖。秋碧有转来啊，也毋过佫离开啊。佫离开？为什么啊？秋碧留一张批，讲无要影响我甲文华，佮讲伊惊小芬互人看轻，所以就带小芬走啊。哪会安尼呢？明辉，俊杰，进。爸爸，我拜托你，你带我去找小芬吧，我就需要。今仔阿姨破病。 无钱用的看医生，万一死去要安那？小林，你足乖了哦，啊小芬就是应该甲找回来啦。啊，若手尾这个浪倒的小查某吼，咱就莫去插伊，对唔？伊今日母家呢，迄是家己报应啦。俊杰，秋雨今摆足可怜的，而且伊嘛知影伊唔对啊，过去的代志莫搁再讲啊啦。哎呦，秋玉啊，你吼心肝有够好，啊人要善良啦。秋碧你讲安怎？伊家己认你唔对。 拜托咧，那伊变来变去吼，敢若春天后母面的啦，是真的是假，无人知影。即摆秋碧带着小芬，伊的身躯有个病，真正足危险的。
也是等下才讲啦。我嘛讲的无唔对啦，其实小芬是有顾的，就算讲看到小芬的面子上，咱嘛应该哦，甲秋碧引找转来。啊，爸爸，奶奶你就在啊，你别带我去找小芬对无？小丽，你做你放心啦，我爸爸会真全力甲因找转来。你真正就无简单呢，这样细汉就知影照顾别人。因为小芬是我妹妹，我当然要照顾伊啊。好，俊杰，无安尼啦，咱四个去找看卖。好啊好啊，哦，行来。文啊，小勇我来啊。哦，多谢。秋哥，即摆议场还阁我因两个人，甲周警官伫咧讲找秋碧的代志。我想这张相片应该有路用，我即摆送过去。好，你紧去。妈妈，秋碧阿姨甲小芬伊会去倒，毋敢会去偷声。你哪会安尼想？我听小芬讲，秋碧阿姨常常带小芬去伊来偷声，还佫有带伊去看海。安尼有较爽快哦。你妈妈叫我去，算起来，你还叫我一公。你讲请你食鸡腿好无？你腹肚敢袂枵？你已经足久无食物件咧，我无想要食。林小姐，我拜托你啊，莫阁折磨小芬啊！伊已经2顿无食，你甲鸡腿互伊食啦。你要安怎对付我？我无话通讲。你原来会救我，我甲你讲，你今日变假呢，完全是你家己造成的。小芬也无物件通食，嘛是受到你的底。小芬，你若想要食这个鸡腿，你就叫你妈妈，你拜托你妈妈紧让面妈讲我一讲知影，安这个鸡腿，我就请你食。你的心若是轻柔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，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你拜托你妈妈紧让面妈讲我一讲知影，安这个鸡腿，我就请你食。不只有骨气啊，真正无想要食。哪一阵拄煞，算我无讲，我家己食。林小姐啊，我答应你啊，你甲鸡腿互小芬，明仔载天光我都甲你讲明啊。哪有等下天光？要讲你即马讲，莫听拖拖刷刷。我若甲你讲，你真是会放阮走。咱两个人恩怨，早就应过去啊。我只要要得的是钱，我嘛无想要闹出人命，互警方甲我通缉。所以，你只要甲面妈讲出来，我会派人去确认，只要证实无毋对，我自然放你两个走。但是，你若敢骗我，我就甲你两个人做伙解决。就甲迄笔钱我无爱啊，咱大家
当几日？好啦，我跟你讲，等下，不用。明仔是我甲小芬的生日，520416771213。我恁人生我听一年，面目叫我摕到啊！这当讲是遇到天公伯也疼头。哦，我已经安排好啊，明仔载要伫海边啊放风铃，含船到大会合，安排头道代志。时到，我会带恁两个伫我身躯边，等到面目确认无毋对，我自然就放恁母仔走。你紧甲鸡腿互小芬食啦。小芬，这个鸡腿先互你食。拄则你妈妈讲的话，上好一句话，假使人敢骗我，明仔载我要请你食的，都毋是鸡腿啊！来，调好了，来，头头。我会告伫外口，你莫想要逃走，啊若无，我会互你生不如死。你吃，好。妈妈，我敢袂使食。小芬乖，你紧食吼。妈妈，你嘛食？妈妈袂枵，小芬食就好啊，紧食。安尼我食哦。小芬，你去厨包摕手巾仔甲涂画笔过来。好。较细声的，较细声的。即马甲爸爸厝的电话写伫手巾仔顶头，明仔载妈妈会想办法，互你逃走出去。你有机会就甲这个手巾仔交过路人，叫伊打电话去厝的找人来救，安尼听有无？啊，紧甲手巾仔放在垃圾内底。小芬，好乖，去食鸡腿，去食鸡腿。差不多啊，咱我来走。啊，我来讲哦，你莫想讲想要逃走，啊若无，小芬就无命。你即摆是咧惊啥？我跟你讲，你身躯比带一个囡仔，你也走袂去啦。
你想讲摆想要逃走，或者是想要变啥梦？啊若无，我会互你永远都记袂到你的查某囝。你想哪啦？啊？想要去便所，你互伊去一下啦。够麻烦嘞！我若无代无志向啊，腹肚疼。小芬，你法度小啉了。妈妈，我想要去便所，我肚不掉。伊遐尼细汉，伊要当会晓啉便所啦。我拜托你啊，回去草遐，我带伊去。啊，回去我带一个囡仔伫遮，我嘛走袂去，你免烦恼啦。袂用啊，搁等一下。我所有人咧透气，我袂放心。我拜托你啦，我绝对袂走啦。金川姐啦，拜托你啦。转头大，转头大，即摆啥物情？转好未？真歹势，真歹势，因为最近风声较暗哦，海景不管时都是伫咧巡逻。你来稍等，我来探听较详细。哦，麻烦你哦，别，拜托拜托。麻烦你锁，甲我透开啦，我带伊去啦。啊，无伊袂晓家己放啊。拜托你啦。好啦，你别挨啦。罗莎莉亚。罗莎莉亚，小芬。我甲你讲哦，我徛在遮目睭紧紧甲你看，你若讲想空想放，我别来，你才试看卖。小芬，免惊吼，你要坚强，做一个乖宝宝，知无？你还记得？迄小坤仔即摆就伫咧咱地下内底，你出去了看到人，就甲手机交互伊，叫伊赶紧来救，知无？小芬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妈妈永远爱你吼。好阿妹，哪久啦？我还没有紧出来。你要好啊啦，稍等一下。我来记你哦，手机咱爱交互人，叫人紧来救。啊，两个都记得较细腻啊，知无？好，记记，细腻啊，细腻，细腻。紧走，紧走。哎，小文，你别走！你别走！小文，你走！心若心轻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赶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提醒的美丽。你的心若心轻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